闻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报道疫情，讲一寡囡仔画着的案件，有诶变做喉管、气管发炎，亲像是虾骨的情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虾好的虾第一条。虾就是咽喉的镜头，一直喘歹喘气，古早讲是虾病，有人讲是虾骨，因为虾骨一直扫，人讲虾骨扫。那是因为歹喘气，有人讲是大气一直虾，嘛当直接讲是虾喘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虾骨，也就是气喘病、哮喘病，有人讲是哮骨病，也个有哮骨扫。第二个词就读做是虾骨袂轮得扫，字面的意思是讲，若是遇到虾骨的人，叫伊卖扫，这是无法度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心肝内闹话，若无讲就会感觉无爽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两个室友做伙困一间房间，其中一个因为虾骨一直扫，害另外一个人规暝拢无法度困。人讲虾骨袂轮得扫，伊就直接甲校校申请要换房间，安尼较规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虾好的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